夭寿哦！这哪有可能啊？哎呦，这种代志哪有可能来发生啦？啊娘喂！我们好像神经病哦。请问台湾有一寡所在会用伊啊来叫阿母，啊为什么伊会叫伊啊咧？伊的原因是什么？我会个问吗？伊啊，上济某是什么意思？伤济某，伤济某啊啦！娶若一个啦，大某细姨啊，某济无地以前的困啊。人拢会娶大某细姨啊对。啊 A，我觉得是 A 确定吗？吼 A 吼，系啊，伊哪种上济某？嘿，伤济某，伤济某，对伤济某，妹啊，就叫阿姨就好啊，谁人叫姨啊，对不？啊，若单亲妈妈较好听的讲法，啊就莫叫妈妈就好啊。姨啊，哪有差？阿姑还是啥？就冷静的。真高，真高讲咧。应该是改变囡仔命运。确定哦确定无？时间到哦。 A 改变囡仔命运。确定好，咱来看一下 A 改变囡仔的命运，对唔对？ 哦，高咖呢啦，恭喜哦，得到8000块咯。较早因为迄个医药较无发达吼，查某人生囡仔以后，真侪囡仔拢饲袂起来。啊，有的查某人吼生一两摆吼，拢囡仔拢饲无起来吼，伊惊讲天公会甲伊折发啦，折发，所以伊就无爱互天公知影讲这个囡仔是伊的，所以骗天公，所以叫囡仔袂使叫伊老母，所以叫伊姨啊呢。哦，安尼才有法度甲这个囡仔饲大汉。好，咱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